大家好，又到驚犬美食時間。今日帶大家嚟到深水埗嘅文青好去處牧羊少年咖啡館。呢間店開咗12年，係香港第一家以旅遊為主題嘅咖啡店。店內滿滿書架同藝術擺設，超適合文青打卡。依家驚犬就同大家一齊去探索。牧羊少年誕生係2012年，位於太子同深水埗交界，本來係個車房林立嘅舊區，但店主將呢度變成文青天堂。店內有大書櫃，有好多旅行書可以免費睇，仲有好多同旅遊有關嘅裝飾同擺設。環境舒適，適合一個人嚟沉思或同朋友聚會。呢度嘅營業時間係11點至下午10點15分，記得避開高峰期。我哋嚟睇下午餐有咩食先。呢度價格親民，78元起就有主菜。必是避風塘風味炒蟹肉意粉，融合中西元素，蟹肉新鮮配蒜蓉辣椒超香。素食選擇有蔬菜沙律，健康又好味。仲有茶點，好似丹麥厚多士和哈根達雪糕。飲品推薦佢哋嘅招牌咖啡或手工咖啡，升級套餐加12蚊就有飲品。驚犬先試呢盤沙律，新鮮菠菜配火龍果、草莓同水牛芝士，醬汁清爽，健康同賣相都係100分。再嚟杯茶牛奶，奶泡細膩，茶味飄香。呢個花枝丸，外脆內軟。最後係意粉，蟹肉份量足，辣度剛好，推薦俾鍾意食海鮮嘅朋友。仲有呢度泡泡咖啡，咖啡香濃，整體 CP 值高，環境加分。缺點係高峰期可能要等位。地址係太子白楊街27至29號嘉安大廈地下1號鋪。驚犬誠意為大家去各區揾好嘢食，請大家訂閱、讚好同分享我哋嘅頻道。下次同大家食台灣嘢。